旦比较小颗，柚子都是我们说的大白柚。那文旦的季节是在8月15号以前会采收。那柚子的话，它是要在中秋节过后，然后中秋节过才开始采收。那你比较喜欢吃哪一个？有不同的风味，文旦的气味不同。那大白柚的话，它籽比较多。越多大家开始就是这样子种植了，然后因为越来越经济，所以其实我们产量也是有在成长。对，那品质上的话，当然是更不用讲了，因为麻豆嘛，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它这是一个产地首选，一个文旦的产区，一个柚子的产区。不只是只有一般我们看到的白文旦之外，另外还有红文旦，还有蜜柚和大白柚。我们麻豆今年的品相跟我们的产量是每一年越来越渐入佳境，所以今年的状况来说呢，麻豆园区的它的这个品质以及它的产量更胜以往，而且品质在甜度上面或者说在外观上面呢，它会比去年来的会更加优质。那麻豆我们国内的市场内需可能没那么多，但是变成说会有滞销的问题。那如果能够有能够通到国外，那当然是对柚子是最有大的帮助。在我们柚子的部分啊，因为其实我们的内需市场还是有限的，我们将我们台湾这么优质的水果可以外销到国外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台湾在地水果的好吃。对，那其实这对我们不管说是我们地方上的推广，或者是说只是我们台湾上一个知名度的推广，都是非常好的，甚至还可以再带动到我们其他的水果、其他的产业。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文旦的产季又快到喽，这也表示中秋节悄悄到来喽。台南麻豆的文旦一直都深受国人的喜爱，常被作为中秋送礼的首选。为造福海外国人不为武汉肺炎的影响，今年首柜台南文旦即将销往加拿大多伦多，这也是台南文旦首次横跨北太平洋来贩售。当地的民众可以轻松的在超市买到来自台南的优质好柚。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我们麻豆农会，见证我们台南文旦首航加拿大多伦多。这次是跟多伦多 TNT Supermarket 来合作，总共有6000公斤的文旦，还有加上800公斤的杨桃，基本上这个东西都已经是通过加拿大的检疫标准，对于台湾的这个果品的青睐度我相信会增加的。我们加拿大那边能够采购台湾的文旦，麻豆农会能够把这么多的文旦的果品变成附加价值高的这些农产加工品，这非常谢谢。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13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军乐间高中小因为校园设施已经真旧，立委陈天辉伫地方民意代表的欢迎之下，上午也接教育部国教署甲市府教育局进行会勘，希望会当争取中央的经费来做改善。对此，国教署长彭富源回应。原则上，若是会府今年发包，就赶伫今年来执行。全国各中小学搁半个月就要开学，为了让学生有一个安全佮快乐的学习环境，立法委员陈廷辉上午伫议员陈怡珍的陪同，邀集教育部国教署甲市府教育局共同会勘，其中针对明德国中的图书室，伫改建以后，虽然有美观的硬体，毋过内部的设施却真欠缺。充实的经费大约需要300万。明德国中新的一个图书设备基本上已经我们看到整个馆舍大概都已经完成了，可是呢却因为时间来不及赶得上我们的共读计划，所以呢中央的预算没有办法来协助核备，所以今天特别拜托国教署南下来到我们的明德国中，因为也透过了陈怡珍议员不断的争取希望说图书设备是我们现在希望给小孩子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向，也就是未来如何
增加美学，除了有读书又有美学。各位，但我成品化，让小孩子感觉我伫家读册，我看书就是成品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现在一直要给小孩子不一样的一个发展空间跟学习空间。我想特别感谢廷飞委员今天请我们国教署署长南下为了我们明德国中这个图书馆的设备图书设备的争取那我想刚才署长也特别提醒我们因为有年度预算的关系所以要请我们的学校尽快把这个预算呢能够送到我们的国教署，然后来争取。我想预计大概是有300万的经费，那希望说能够让整个现在虽然馆舍好了，但是里面设备等于是非常阳春的，可以让有一个更优质的图书环境，也能够提升孩子的学习。对此，教育部国教署长彭富源回应，原则上会赴今年发包的，就赶伫今年来执行。因为现在的那个预算制度我也很清楚，是，你可能要尽快，否则今年内如果我们没有赶快有发包找到施工的单位，只有规划设计化那执行率会不好。是，所以整个那个时程，因为既然已经方向蛮明确，报公文我们核定都会很快。那你提前的准备就拜托要加快。好的，没有问题。另外，县北国小因为靠近咸水溪的出海口兼混合园，造成3栋大楼的走廊栏杆甲楼梯的扶手锈蚀剥落，严重影响到校园的安全。对此，国教署嘛回应，会派专业的团队协助研商，寻求适当的改善办法。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第61线西滨快速道路站门溪桥新建工程计划，行政院伫今年初协定通过。不过，议员郭清华上午邀集市府督发、交通甲公务等单位共同召开记者会。希望市府继续争取第61线向南延伸，经过安南区、安平区甲南区到高雄，配合站门溪大桥完成，成为咱市重要的西外环快速道路。台南市伫第3届通盘检讨时，曾经沿着海岸线规划一条80米的1.2号西滨的都市计划道路。不过后来因为经过海岸地区的敏感地带，甲台江国家公园的景观区，因此来废除，一直到西滨快速道路站门溪桥的新建工程协定通过。议员郭清华甲当地站门溪桥兴建促进会嘛共同召开记者会，希望争取第61线向南来延伸，经过台南通到高雄。咱的替代道路啦，即马已经拢完整啊，咱无需要搁再替代道路。咱即马要真正需要，咱就是要第61线伊的延续。这个第61线伊的延续安怎呢？第土地取得规个拢是国有土地，国有土地的时阵，咱第61线伊是拢做高架。做高架中间，咱即马若有对切过去咱看咱会知影，伊高架下骹因拢还阁有做平面道路。做平面道路的时阵，安尼拄啊伫即个海岸线有一条平面道路，一条快速道路的时阵，这个平面道路的时阵会当连接来到科工区这边遮，来到科工区这边遮，也是讲未来有可能去甲连接到即个。迄个安南区，即个讲即马北外环即个可能性规划设计拢会当。上午出席记者会，还有市府督发、交通甲公务等局处的官员，以及安南、安平甲南区的区长代表等，含一寡地方的民众共同列席。会中督发局副局长严永坤表示，因为该案确实有一寡敏感的地带。必须要听地方的意见，再做沟通。这个部分还牵涉到台江国家公园的敏感地区啊，环境敏感地区所以当初有一些路线确实就是太敏感那这个方案我是这样想，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先听听看地方的一些意见或者建议的路线因为有一些包括权属包括一些敏感地，还必须要做一些套叠。才有办法再进行一些土地适宜性的一些分析，然后再看看路线哪个部分才比较好做规划。市府的3横3纵原先规划是西滨快速道路接2.7号的台江大道，到目前的正咧施工的北外环。不过，议员甲促进会认为，
有北外环甲台86个南外环。毋过议员甲促进会认为，有北外环甲台86个南外环，因嘛将积极争取台61向南来延伸。至少高架以后，下面还有平面的道路，嘛会用个疏解科技园区台17线的车流量。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星级的旅馆又搁加一间。台南复兴大饭店今年通过交通部观光局的评鉴，得到4星旅馆的荣誉。市长甲侪观光产业界贵宾上午出席4星旅馆甲无活动，共同来见证这个公营的时刻。3、2、1，非常感谢这个荣耀的时刻呢。台南复兴大饭店经过全体员工努力，提升软硬体服务品质，终于伫今年7月顺利通过交通部观光局的评鉴，摕下4星饭店荣誉。也正伫13日举办4星标奖揭牌仪式，邀请市长黄伟哲、管旅局长郭增惠、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吴俊泰等贵宾，一同见证这个公营的时刻。复兴饭店来见证获得交通部观光局这个4颗星荣耀的一个时刻。那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大家都在度小月。坦白讲，过去在玩股票人有一种危机入市的讲法，但他们现在是碰到危机升级，危机的时候反而加强这个投资，加强内部的管理，加强软硬体的升级。这样的经营理念是让人非常感佩的。业者表示，饭店这次通过4星评鉴，其实是经过真侪波折，尤其今年阁拄到疫情的扰乱。复兴大饭店游玩投入大量的人力甲金钱，就是希望会当造消费者更好的服务。台南复兴饭店在这次通过观光旅馆4星级的一个评鉴，那过程其实是充满了一个波折了哈，因为适逢一个新冠肺炎的疫情的一个冲击，其实饭店内外呢都有很大的一些干扰哈，但是公司这边呢不改原本的一个目标哦，那除了增拨更多的资源跟人力物力，那务必把这个星级评做一个通过。那最终呢，也得到一个交通部观光局的一个肯定，荣获4星的一个评鉴。那代表呢，我们饭店的软硬体都达到一定的一个水准跟表现。那也欢迎更多的旅客可以来台南，然后住宿我们4星级的一个台南复兴大饭店。除了庆祝4星的肯定，饭店业者嘛无袂记咧做公益。这次再度甲爱电基金会合作，民众现在只要到饭店用餐，业者就提拨消费金额10%，作为爱电基金会新疆青年就业计划经费，协助新疆青年完成梦想，影响更公平的人生。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知名景点，同时嘛是全台上世间的百货公司林百货，特别甲日本知名的三丽鸥公司合作，推出34款的 Hello Kitty 限定商品。这些商品结合林百货特色甲历史，呈现甲传统的 Hello Kitty 无同款的一面。画面当中，各种 Hello Kitty 甲 Daniel 各类的商品，拢是即摆林百货甲三丽鸥合作所推出的限定商品，都是分做零号乐游甲零号花样两大主题，特别结合林百货建筑风格甲历史气氛，相当吸引民众的眼光，呈现出完全无同的风格。这一次我们非常特别，我们就是跟三丽鸥的2大经典的这个角色。Hello Kitty 跟 Daniel 一起合作。那我们过去呢，大家看到的 Hello Kitty 跟 Daniel， 其实它都是比较童趣可爱。那我们这次呢，大家要是有看到我们部分的产品，你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的 Hello Kitty 跟 Daniel 走进了林百货之后呢，它就有了优雅跟文青的风格。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我们用了我们林百货建筑的元素，包含它的窗格。那我们用了我们林百货很多独特的商品，包含我们的林碰饼，包含我们的电梯，包含我们的凤凰花，我们都把它融入了我们的设计里面。我们跟 Hello Kitty 跟 Daniel 一起结合了。那我们希望呢，我们的 Hello Kitty 呢跟 Daniel 来我们的这个偶战老啊呢，它可以呢萌翻我们所有的来台湾、来台南的旅客。
即摆合作所推出的商品，全部拢是台湾做，甚至大部分拢是台南的厂商生产。林百惠嘛期待透过这个机会，让消费者感受到来自台湾文创产品的力量。我们的 Hello Kitty 跟 Daniel 的系列全部发包 MIT。那当然，为什么？当然是首先一定是发包台南的厂商。假设说，我们的台南厂商没有办法生产，我们才会发包到其他县市。我们这次全部发包台湾的客户，连366公司都觉得很惊讶。为什么我们发包台湾的客户？当然我们可能成本会高一点，不过我觉得我们团队都愿意吸收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希望让各界的旅客来到台南，他可以知道说，其实台湾的文创是这么棒，这么的好。13号上午举办发表会，市长黄伟哲嘛亲自出席支持，对来肯定这个合作会当带动台南的观光加商业发展，并且答应如果这摆3倍券订立的消费金额超过去年，就会加码搁加抽一间厝。今年如果超过20.8亿登录抽奖的，我们就再送抽奖1户房子。那个房子正在积极的搜寻中，一定会有，不会跳票，我们现在已经有1户了哦。头奖是房子，2奖是车子，3奖是银子。至于孩子跟妻子，你或是外子，你们自己去努力啦，但是我们的房子确定，如果超过20.8亿要加码，这就是一个幸福城市，这就是一个观光城市。这摆合作林百惠特别将商品展示延伸到高楼站，展现 Kitty 甲 Daniel 伫林百惠佚佗画面。同时，林百惠嘛邀请介意 Hello Kitty 的粉丝做回来打卡分享，将这古锥的限定商品拢炸登去。今日新闻古不易采访报道。咱先休困者，马上转来新闻现场。阅读连结亲子，洗手让爱飞翔。欢迎您大手洗小手，来场亲子阅读派对。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带人爱读册》节目。国际赛主会300伫湾区台南市第1赛主会长期关心社会公益。伫会长带领之下，特别关注心中真切的设备，甲敬老社会服务金，互幽兰绿园市长也亲身见证关键仪式，感谢第1赛主会爱心。伫幽兰绿园的中辈精彩表演之下，为活动揭开序幕。长期关心社会公益的第1赛主会，12号下晡特别前往幽兰绿园，捐赠一台心中真切的设备，加社会福利金互因。会中市长黄伟哲嘛亲自出席见证，除了肯定第1赛主会爱心，嘛感谢树和基金会长期付出照顾长辈。我们非常感恩感念。其实，老有所终，这个是最好的，而且。事实上，对于我们许多的长辈来说，能够在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每天有一个快快乐乐的时间跟人家、跟好朋友一起互动，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许多长照机构，我们都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那第1狮子会，我们的各位师兄、各位师姐、师嫂，大家发挥这个爱心，我想非常的感恩感念。市政府也一定会全力来配合。因为我的母亲也是因为 A 型病，然后进到台北市的那个3级总医院做长照中心。那我发现很多长照老人并没有很多人照顾，那是大概3年前。那刚好我有这个机会当上这个会长，那我希望我们第1次会有爱心，去真正属于那种针对心脏预防的一些产品，那让这些老人能够预防胜于治疗。
树河基金会嘛表示，将会好好运用这台机器，除了予幽兰绿园的长辈使用以外，也提供社区长辈来使用，共同增加社区的健康。这套仪器呢，将来有机会的话，因为幽兰绿园也一直在做在地社区的一个推广，那相信这一套仪器呢，应该也会受惠到我们在地所在附近的居民未来我们只要有办活动那有一些互助性，这一套东西我们都可以优惠在南区的这些居民啦那现在人讲疾病呢其实不是老人的专利那现在我们在医疗端也可以看得到，其实疾病的年龄层逐渐在下降如果说可以早期发现问题，然后早期做治疗，让我们的未来老年是健康是存在的是一个健康的老年一个社区也好，国家也好我相信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注意。长辈透过这台设备侦测心跳脉搏状况，将资料传到云端记忆平台，并且当分析心脏状况感受无正常，协助医生来诊断甲管理长辈健康的数据，达到心血管疾病立即预防效果。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有一位46岁女士，20外冬来每工食要半包粉，伫3个月前出现感冒症状，却一直无改善，甚至倒边的胸坎开始会痛，喘气嘛无爽快。经过详细检查，证实是脓伤。到底什么是脓伤呢？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脓伤是胸坎内底水脓，一般切看的是细菌性的肺炎，并发胸腔的积水。成大病院胸腔外科医师陈英元表示，根据资料显示，一般肺炎住院的病患，大约有2成到4成会合并出现胸腔的积水，其中50%患者会变做脓伤，而转为脓伤大约有1成5的死亡率。因此，如果有不明的嗜气会痛、合并发烧、甲呼吸道的症状，就要赶紧来看医生。脓伤一般是由于胸腔里面积水感染所造成，那最大部分的原因其实还是因肺炎或者是横膈膜下感染以及胸腔手术之后造成的感染为主。那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发烧以及剧烈的胸痛或腰背痛。那这个痛呢，在呼吸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严重。以一般的呼吸道症状来讲，大概还是以诊所就医为主。那但是如果说在一般内科治理，就是吃药无效没效，然后开始合并有剧烈胸痛，其实最重要是因为有一个剧烈的胸痛，那这时候就要怀疑是不是有这个脓胸的产生，那这时候就最好建议到大医院照个 X 光片，确定有没有累积起来的一个胸水。如果有的话，甚至就进一步要做超音波以及电脑断层来看，说这个胸水到底它是不是有机会可以透过简单的引流，或者甚至还需要手术。脓伤的治疗除了感染症必须用的抗生素以外，上重要的就是要引流感染的胸腔积液。简单的会用的抗引流装置，但如果积液变得浓稠或者是化脓，就必须要靠手术才会用来清除。台湾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乌阴好天的天气，28度至32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8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